各位組員、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各位再次嚟到窺探調查組，我係你哋嘅調查主任阿君。啱啱阿君睇到有一名觀眾係東張爆料喎，正如大家標題都見到，林律師原班人馬轉咗間律師樓，繼續揾食，繼續做黑暗碰瓷黨，繼續呃錢喎。阿君睇到呢個信息，當然即刻同大家分享啦。重要嘅係同大家分析到底點解林姓律師嘅團伙可以繼續做碰瓷，繼續侵害我哋一眾司機甚至乎行人呢？佢哋係點樣做到呢？我哋嘅法律制度係咪有漏洞呢？所以各位喺聽完呢一位觀眾嘅爆料錄音之後呢，亦都千祈唔好行開啊！一齊窺探佢哋嘅黑暗操作。唔講太多啦，我哋再聽下爆料錄音先啦。喺5月5號咧就收到前律師樓咧佢哋收嘅電話嘅 message 啦，咁就關於佢哋換咗新電話號碼啦，咁嚟緊咧就會用呢個號碼嚟繼續 follow up 我喺佢哋原有律師樓上邊嘅 case 嘅，因為呢間律師樓嗰時咧就你哋喺較早之前咧就出咗報道啦，就話佢哋律師事務所嘅手法有啲唔係咁好，有啲嘅情況下，咁我就嗰陣時咧其實喺年頭嘅時候咧，就轉咗去另外一間律師事務所嘅啦，所以之後就一直就冇再聯絡過，即係我哋 WhatsApp 群組裏面係冇再 contact 噶啦。咁直至到琴晚我就再收到佢哋嘅信息啦。陳生一早將 case 轉走，理論上已經同林姓律師行毫無瓜葛，所以陳生收到呢個 message 覺得好疑惑。我真係覺得突然間點解我啲 record 仲喺佢哋手上，有少少無稽咯，因為始終已經冇嘢關佢事噶啦嘛。喺個 message 上面亦都有講過，就話舊老闆自己有問題，同我哋無關。咁佢哋舊老闆有問題，咁但佢係幫佢老闆做嘢噶嘛，即係似一個廣告咁嘅形式掟出嚟咁樣樣。咁變咗，我相信唔止我一個人收到咯，我相信應該會係大家有警覺啲咯，因為始終同一班人，大家都未知道個究竟責任誰屬嘅時候，可以話淨係個舊老闆有問題，佢哋冇問題，我覺得呢個好唔負責任咯。當大家以為執法部門介入，呢條困擾香港司機多年嘅碰瓷索償產業鏈就會就此斷裂嘅時候，現實卻俾咗我哋一個極其荒謬嘅答案。一間被指涉嫌不誠實、賬目混亂而被律師會強制接管嘅律師行，佢嘅核心成員竟然可以喺一夜之間換張名片，帶住成千上萬份敏感嘅客戶檔案，無縫交接到另一間律師樓繼續營業。呢究竟係法律給予嘅轉職自由，定係一場有預謀嘅金蟬脫殼？呢隻影片我唔單止會帶大家睇清楚呢班人係點樣換種法律程序，更加會拆解佢哋點樣利用客戶對案件變孤兒嘅恐懼，去規避律師會嘅監管。我更加會公開呢套換湯唔換藥嘅操作，對目前正喺被索償嘅司機有邊啲直接威脅。請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後，因為喺影片結尾，我會分享一個關於呢場法律遊戲本質嘅獨特見解，以及阿君對未來道路使用者點樣反制呢類法律寄生蟲嘅真心話。開始之前，如果你都想第一時間收到最理性、最入肉嘅社會調查事件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同埋撳埋個鐘仔啊，咁樣就唔會錯過下條片免費訂閱嘅。大家嘅每一個 like 同埋分享就係支持阿君繼續查落去嘅動力。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入正題。第一章，獵人與獵物嘅底層邏輯點解係你啦？各位組員，喺我哋進入集體轉生呢個核心騙局之前，我哋必須先搞清楚呢一場遊戲嘅原始碼。好多人問過我，阿君，我明明只係唔小心輕微擦咗一下，點解最後會被告到要賠幾十萬？呢個就係獵人車嘅生存之道。呢班人唔係一般嘅碰瓷黨，佢哋唔靠演技，佢哋靠嘅係對道路交通條例嘅精確解讀。佢哋會專門喺全香港最容易出錯嘅地點徘徊，例如將軍澳嘅某啲複雜迴旋處，或者深水埗嗰啲隨時有車違例停泊嘅街道。佢哋嘅邏輯好簡單，只要你能夠俾交通部定罪為唔小心駕駛，哪怕只係被罰款幾百蚊，扣3分，你喺民事法律程序中就已經輸咗90%。呢張罰單就係呢班法律寄生蟲用嚟開啟保險庫嘅鎖匙。呢個就係2026年初警方破獲嗰宗1億6千萬案件嘅背景。當時林姓律師行手頭上嘅430幾宗個案，幾乎每一宗都係呢一種模式。佢哋唔係喺度等意外發生啊，佢哋係喺度製造對方犯錯嘅機會。
呢種以法律為武裝嘅獵殺，比起街頭勒索更為陰險。由於觀眾對基本背景已經有認知，嚟緊我哋將直接剖開呢條產業鏈喺2026年嘅最新變異。第二章，核心變動，拆解集體轉生嘅幕後路徑。而家我哋進入今日調查嘅重頭戲。當律師會喺2026年4月正式宣布介入林姓律師行嘅時候，社會大眾以為正義得到咗伸張。但事實上，呢個只係一場大型嘅辦公室搬遷。根據窺探調查組獲取嘅內部消息，呢家律師樓嘅核心並非嗰幾位掛名嘅事務律師。呢家度嘅真正生意來源係一群被稱為法律行政人員或者高級文員嘅師爺。佢哋手上掌握住全港最龐大嘅獵人車司機名單同職業受傷者數據庫。當介入令發出嘅嗰一刻，呢班師爺並冇坐以待斃。佢哋喺短短3至5日裏邊完成咗3項關鍵動作。第一，資料數字化同轉移。喺接管人正式進入辦公室封存檔案之前，大量嘅客戶資料已經透過雲端或者私人物件移走。第二，集體辭職。呢個係一場有組織嘅撤退。佢哋唔攞賠償，唔好通知期，目的只有一個，以自由身迅速加盟另一間律師行。第三，尋找新宿主。呢班人轉到咗一間原本主要處理物業轉讓或者遺產嘅小型律師樓。對於呢間新公司嚟講，呢班人嘅加入意味住每個月數以百萬計嘅法律費用收入。大家睇呢一組數據，呢間新接收佢哋嘅律師樓喺2026年5月嘅交通意外索償開案數量，比起舊年同期上升咗超過800%。呢一難道係巧合咩？呢分明就係原班人馬換咗招牌，繼續經營嗰套索償工廠。呢個就係我講嘅集體轉生。喺目前嘅法律框架下，律師會可以停掉一間公司嘅牌照，但係只要呢班師爺冇被定罪，佢哋喺法律上係清白嘅。佢哋可以大搖大擺咁換一張名片，繼續坐喺冷氣房裏邊教唆下一個客戶點樣編造頸椎受傷嘅假象。第三章，手法拆解，孤兒單，心理戰與規避監管。當呢一班變色龍成功轉生之後，佢哋面臨嘅最大挑戰係點樣將舊客戶帶過嚟啊？呢個就需要用到一套極其卑劣嘅心理操縱術，我哋稱之為孤兒單戰術㗎。請大家留意呢類信息，呢班師爺咧會私下聯繫客戶，利用佢哋對法律程序嘅不解。佢哋會編造一個故事啦，你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個案嗰邊律師會接管咗，嗰邊嘅接管人係官差，咁佢哋入去咧係為咗查賬，唔係為咗幫你攞賠償啊。如果你留喺舊公司，你個個案會被排到最後，可能要等3-5年，甚至因為舊老闆嘅賬目混亂，保險公司可能會拒絕賠償。對於嗰啲本身就喺度等緊筆錢開飯或者還債嘅司機嚟講，呢個無疑係五雷轟頂。然後即係師爺會俾出個完美方案啊！你而家只要簽一份撤換律師通知書，我哋就可以用新公司嘅名義重新向保險公司發信。因為我哋係新公司，背景清白，保險公司反而更願意傾和解。呢個完全係謊言啊！保險公司並唔傻，當佢哋睇到處理個案嘅人員名單冇變，只換咗個地址時，只會更加警覺。但係對於客戶嚟講，呢個係佢哋唯一嘅救命稻草。呢度有一個極深嘅法律漏洞。根據香港法律，客戶享有選擇律師嘅絕對自由。即使律師會嘅中介人懷疑某個個案涉及詐騙，只要客戶執意要轉走檔案，中介人係冇權轉咗㗎。呢班人呢，就係利用呢條原本保護客戶嘅法律條文嚟掩護佢哋逃離監管，將原本應該被嚴格審查嘅案件轉移到一個唔受控嘅新環境當中。呢個就係點解我話佢哋係寄生蟲啊！佢哋唔單止寄生喺受害者身上，更加寄生喺法律程序嘅漏洞中。第四章，法律界憂慮，制度漏洞下嘅變色龍效應。我哋必須問一個深層次嘅問題：點解我哋嘅制度會允許呢一種情況發生？喺香港，要成為一名事務律師，你需要經過嚴格嘅考核、實習以及持續嘅監管。一旦出事，律師會有一整套懲處機制，甚至可以俾你終身不能執業。但係師爺呢，呢個係一個歷史留低落嚟嘅灰色地帶。
雖然好多師爺專業守法，但係呢一份職業本身缺乏一個好似律師會咁樣強而有力嘅註冊與牌照制度。目前嘅法律界憂慮，正係因為呢場變色龍遊戲成本太低，回報太高。如果一個師爺喺甲律師行編造假證供被發現咗，佢只要換間公司，依然可以繼續接觸法律檔案。呢種對人不對事嘅監管缺失，導致咗呢場1億6千萬嘅騙局可以無限次咁重啟。我哋參考咗國外嘅一啲制度，發現好多地方已經開始對呢類法律從業員實施實名註冊，但喺香港，我哋依然停留喺由僱主律師負責監督嘅階段。如果連僱主律師都係呢一場騙局嘅一份子，甚至好似2026年初嗰個案件咁樣，連律師本人都被捕，咁呢種監督機制就完全崩潰啦。呢種制度性嘅失靈，導致咗法律唔再係伸張正義嘅工具，而變成咗呢班產業鏈從業者手中嘅印鈔機。第5章，阿君點睇呢場法律遊戲嘅本質與代價？嚟到呢度，阿君想同大家講啲心裏話。呢幾個月我收到好多私信，有司機同我講佢真係只係一時大意，結果被呢班律師行嘅人糾纏咗1年幾，精神近乎崩潰。咁有人同我講佢知道身邊有人做緊呢一種獵人車，一個月賺幾十萬，問我點解唔去舉報，反而要喺呢度做片啊？我想話俾大家聽知啦，我做呢條片嘅目的唔係要當道德警察，我係要話俾大家聽，呢場遊戲嘅代價係由我哋每一個人嚟承擔嘅。當呢班轉生後嘅律師行團隊繼續運作嘅時候，佢哋做緊咩啦？佢哋喺度推高成個社會嘅保險成本。呢幾年香港嘅交通保險賠償總額每年都喺度破紀錄，你以為係意外變多咗嗎？唔係，係人造案件變精明咗。每一宗被誇大嘅個案背後都係數以百計嘅假單、假醫療證明。呢班人每日做嘅就係將法律程序變成一個使錢嘅機器，佢哋將保險公司嘅保費，亦即係我哋嘅錢，轉化成律師費、師爺回佣、醫生診金。阿君嘅觀點好明確，林姓律師行被介入只係一個表象。呢件事真正嘅教訓係呢班人已經徹底掌握咗點樣玩弄呢套制度。佢哋唔怕警察，唔怕律師會，佢哋只怕一件事情，就係公眾嘅覺醒。如果我哋每一個司機都知道呢一套孤兒單戰術，如果我哋喺發生意外嘅時候都能夠保持冷靜，不思啦，唔輕信對方嘅建議，呢條產業鏈就無法生存啦。第6章，結語與具體反制指引。1. 發生碰撞必須報警，拒絕任何形式嘅現場私了。2. 下車第一時間影相記錄對方車裏邊人數同埋所有人嘅神情。3. 絕不簽署任何由對方或者對方律師提供嘅授權文件。4. 若收到轉會要求，務必向律師會核實該律師行嘅記錄。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犯罪故事啦，呢個係一個關於制度漏洞同貪婪嘅故事。林姓律師行嘅倒下，只係等我哋睇見冰山一角啊！至於嗰啲隱藏喺新招牌下嘅舊班底，阿君會繼續幫大家盯住啦。最後大家聽到呢度，相信對呢件事都有自己嘅睇法。阿君相信喺自由嘅社會，每一個人嘅聲音亦都係好重要㗎，所以我非常期待大家喺留言區留低你哋嘅見解。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分享俾朋友，訂閱窺探調查組，大家嘅互動係對我最大嘅鼓勵。我係調查主任阿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